帮杨美玉与黄文兴带着老公和弟弟来上菜喽。美玉，你只有加1块鹅肝下去。今天特别来请到的这一组人呢，可以说呢也是我们的偶像啊。对，是超级偶像。对，我们都说到了2007年是素人诞生，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在08年发光发热，今天呢直接热到我们这个摄影棚里面来。该是我们介绍到底是谁，哪一位素人让我们发光发热的看到他们的魅力？对，今天是一男一女的组合，非常发光发热。现在这2位很红哦。哦，来的这个女的带的是她老公，然后男的带的是她老婆，太好啊！不是弟弟啦。好，欢迎黄文兴、杨美玉，欢迎2位。欢迎。哎呦，往前站一点，不得了！看到没有，这个组合啊，你是她老公，是英文名字 Kevin。哦，还有英文名字哦。有啊，杨美玉叫 Jolina， 是不是？是吗？是叫 Milko。哦 ，Milko 啊 ，Milko， 庙口啦，明明听起来蛮日系。因为他这个已经黄国仁老师特别夸她是女杨宗纬之称。哦哟，我知道，因为她歌声的渲染力很够，真的很会唱哎。那你们2个开听会合开一个餐厅的？哦，是护士，是，她以前是白衣天使。对 ，Kevin， 你告诉我，你最喜欢听她唱哪一首歌？最喜欢他唱《给妖》那一首。给妖，哎，Kevin 再听一点。可以啊。可以哦。好哎。答应我哦，唱不能哭哦。准备杨美玉的歌声。我就觉得甜蜜，突然有个中年老人的。这是你带来的保镖的。弟弟呀。对，我弟哎，长得还不顶像呢，其实。还是你本来以前也这么以前没有，以前像我那么瘦。哦，你以前像他这么瘦。对，然后就是被他怎么了？他都东西吃不完都给我吃，我就哦，我知道，厨余处理机是有阴谋的。我知道，厨余处理机是很辛苦的啦，这个弟弟辛苦你了，辛苦了。可是有这么会唱歌的哥哥，你会不会觉得很高兴？会啊。很高兴，对不对？而且你本来在这个什么仓管是吧？啊，对，是不是啊？我是顶替他的位置。对，你不干了，后来。对啊。后来你也去参加歌唱比赛？没有，我没他那么厉害。真的？那你现在干什么？现在做厨师。做厨师啊？哎呦，今天搞了半天要给杨美玉难看的。你今天上节目前知不知道跟他一起上？知道吗？不知道。上节目前不知道？之前不知道，到这边才知道。是哦，这开餐厅，这做师傅的，水。先变先，给你好看哦。黄文兴，你杨美玉，你刚刚最喜欢听她唱什么歌？那个。找不到 baby 哦。对。可以来一段吗 ？OK， 可以吗？可以。来，准备了，来，预备，开始吗？可以。好，等下可以再带来掌声之后呢，他刚刚有一个唱的对象，你知道？是要凯文的。我们这边有一个叫雨乔。好吗？准备了，预备，掌声欢迎。谢。你有会讲话目睭，前方的胭脂水粉查某人的味，有查某人的味，予我挡袂掉，想要我过去。你有流血的目睭，搁规不平，予你去一查某人的味。有查某人的味，予我挡袂掉。太细啦，哎呦！着你。怕不？谢谢。你的声音袂歹，谢谢。来，好听。好，今天2边同场较劲啊，经过我们2组鼓励一下。好了。好极了，好，马上就要进行大家非常期待的，今天的不得了喽！来看一下黄文兴跟他弟弟黄文香，兄弟俩今天要带来什么样的料理？照烧排骨。照烧排骨，用日式的就对了。对。好，所以哦，来开始。排骨里面要加蛋。加蛋。全蛋吗？全蛋。一颗全蛋。然后加少许的那个太白粉。哦，所以今天你主厨，已经当2厨啊？对。哎呦，所以哦，他来旁边站。旁边站。试吃了。我现在你们还住在一起吗？住在一起。爸爸妈妈有住在一起？没有，我们是住在台北。住台北，爸妈还在屏东。爸妈在屏东。对，在屏东。还在乌龙乡。啊，那你这样子比赛，你没有，然后大家在补，没关系。
那你这样比赛的时候，你爸爸都没有上来看吗？应该上来过吧为你加油。没有，都没上来过。因为我妈坐车她会晕车啊，会坐飞机啊，高铁啊，她车都会晕车的，她飞机不用讲了，一定晕死。真的哦，对，骑脚踏车呢？骑在刚好决赛。从百人初选骑到决赛，刚刚好哎。对啊，我真的他会晕车哦，所以他不出门哦。有啦，她就骑摩托车出门。哇，骑摩托车倒也很久了，可是，对，也要很久啊，真的要很久大概。要个3-5天哦。那如果你今天要决赛，这要怎么办？你会不会很希望爸妈来台北一看？定会的嘛。当然是一定会的。对，好，现在目前已经腌的差不多了，他刚刚加了酱油，对，好香哦，酱油，然后加了一点太白粉，然后蛋，加了一点全蛋，对，就这样，对，要腌多久呢？大概腌30分钟。 30分钟，所以下次再来是。有预约好的，也有半成品，有半成品的。你们这今天来，今天不知道没有讨论过，你们会一起上节目，你们做法是一样的，都是有带半成品来的，碎哦，对，这个碎哦，好，然后再来跳，好，30分钟以后来，这个拿去吃，半成品拿出来，好，哎呦，30分钟之后呢，它整个就开始啊，就会有点轻微的出水，了，对不对？接下来要做什么？我要热油，要热油，要炸它，对，是不是啊？你先炸排骨，慢慢炸，马上回来，好，好，1天半腌好了之后，好不好？拜拜。哦，很认真的现在在炸没有，排骨。它是低油温进去，难怪我刚刚没有听到啪那个很大的油爆声哦，没有，130度。你现在还是学厨而已，对，你很有厨师的价值。我觉得你吃胖是好事，因为厨师一定要微胖，这样感觉食物才好。而且也是型男哦。如果他在厨房里面，阿金知道，像这样长得这样帅帅的胖小子，会不会觉得在厨房会很多人觉得很有压力？应该是外场的女孩子会有压力。哦，真的啊。因为厨房里头的师傅一旦帅的时候，女生会主动来搭讪。有哦，是有这个魅力哦。尤其我看他真的是很帅。刚才的温度的增温增到大概有189了，有没有？有。189，因为水分很强烈的回应出来。而且可以看得出来一些地方已经上色了，焦焦的，温相当的高，不错。接下来你要做酱汁了，对不对？你要做酱汁怎么做？你先用讲一遍来。糖先加糖，锅子烧干，让它整个糖融化，是吧？炒焦糖，焦糖。然后要做你的照烧酱，对不对？对。这里面的成分也是跟我们刚所说的，有糖、有酱油、有味淋。对。是啊。对。那你的柴鱼在后面是最后呈现的吗？是加在里面熬。柴鱼要加在里面一块熬它的味道。对，然后最后再过滤。是吧？哦，是这样的。そうかな。そうでしょ。那你慢慢来でしょ。好，那我们再回来看你。好，我打点。好，来，时间剩下4分钟，关心对面杨美玉来进行。太好，那我们看另外一边。好。哇，有哎。好香，好香。香哦。所以到时候这个照烧排骨这样的做法，只要排骨的火候是对的，照烧酱调制的味道是对的，搭配起来是非常迷人的，对不对？没错。那你其他这些东西都是生拌喽，啊，要不要炒？要炒，稍微过炒一下。你比赛，卖紧丢。你比赛的时候最怕哪一个评审啊？比赛哦。对。国华老师啊？怎么会是他？陈华讲话比较毒辣。他有毒辣吗？有点非常。小心。没关系，换一个。过了今天你大概要怕他鸡翅了。现场倒数10秒。来吧。哎呀，看到了。今天这2位，我看来他们这个今天不是普普通通来现身手的。对啊。哦。都是有底子的哎。有。拿起你们自己的个人的面前的一份，好不好？杨美玉跟她的老公 Evan 所带来的，好，看我们今天做的如何？哎呀，我这块没有鹅肝，我要找超久的。好，马上不啰嗦，2位兄弟今天联手所带来的这个照烧排骨，各位请，不要怕，来，开始。加上它糖放这么多，没想到没有死甜的感觉。啊，你自己觉得做怎么样？还好，没有之前做的好。没有之前做的好。准备举牌，2边准备了。大明星私房菜，谁获胜？1、2、3。
恭喜黄文兴这组获胜。家长的胜利。为什么？詹姆斯先说。一道日本料理、台湾料理、中国料理的因素进去啊，比如说包括你用青椒跟黄椒，然后上面的香菜还有芝麻做这样的拌炒，那创意我觉得还不错。那因为我觉得可惜的是，吃起来就很 juicy 的感觉。你认为它这样烤干了是吧？那它在里面会不会渗水呢？不会渗，因为它已经卷了那么多层。哦，这2点可能要稍微再加强哦。指定菜马上就出来了，私房菜你们都有，而且都做得不错。来，指定菜这是什么？詹姆斯，请揭晓。哇，他不会做炒蟹脚，那肯定不会。中式料理。黄文香做过吗？没有。待会怎么炒，我会告诉您重点在哪里。炒蟹脚2边就会。好，不要急着处理你的蒜头，好不好？不要急，这位高贵的青年已经得了2票了，得饶人处且饶人啊！要因为一个做菜把对方搞得夫妻失和，好不好？2组注意了，炒蟹脚有什么特色？阿技师，请。好的，因为蟹脚是包裹住肉，然后你在炒的话要小心，要入味，然后不可以太咸，因为今天呢是很大气的一个食材成本。来对吼，马金巴丁哦。当他在吃这个回奇亚的时候，他可以吃得很轻松，嘴巴里面不会造成有任何一个在吃东西的一个危害的一个口腔的动作，好不好？提醒2组，他就是要破得漂亮，这是很重要的提醒。大家破得漂亮才会录的味，录得漂亮。计时10分钟，现在开始，来。开始。是说你在忙，不然我好想叫你表演一下你的才艺哦。他有个特殊才艺耶。什么？叫卖。不是叫卖，那个歌仔戏。啊？不是歌仔戏。来，我想一下，那个叫什么啦？啊，布袋戏啦，叫卖。没有，我就想那个啦，那个啦，布袋戏，他很厉害耶，很会念那个布袋戏口白。听说念得非常棒。太宽了。好，来，垫点，要扣过来。来，好，这切完了哈，备料备完了哈。来，你说那个一页书嘛？一页书跟乱世狂刀的。对啊。好来，那我先来那个。谁先出场？乱世狂刀先出场。好，乱世狂刀先出场。来，准备，准备了。一宿一江冰心，苦尽功名15年。我是乱世公德，现在我邀请我的前辈耶稣出场。世事如棋，乾坤莫测，小子英雄啊，妖魔赶鬼，天理难容。谢谢。一点破音。今天嗓子不舒服。你们听过吗？这个听过，可是没有背起来。我只背受素还真的。你会说完真的？对啊。来一段。半醒，一半仙，半边天。好厉害啊！厉害。好，继续。可以继续说菜。回到地球上来。对。好，现在好都备料备好了，接下来炸，先炸，要炸。对。炸蟹脚。对。炸完炸熟再来炒，是这个意思。好，是这个意思。他们想这样做，对面想怎么做？来看杨美玉。我没吃过哎。美玉，你看对面，放下去了。它油炸了。好，那我们先炒酱。热了吗？热了。来看看对面那一对兄弟。你们炸好啦，这么快？对啊。然后现在我炒那个，再爆香。爆香。对，然后做寿司就对了，是吧？对。刚才你有过油吗？有啊，有，而且这全熟了吗？应该还没吧？还没，因为太熟的话，等一下炒的话会太老。哦，只是过了一下油而已。好，现在调味了，各位小心了。他用了1点味精，然后再用了1点的糖，然后他就不用了。好。哇，今天的蟹脚准备的好好哦。黄文兴，你当初怎么会想要报名参加超级偶像？当初哦，对啊，当初是我弟叫我去尝试一下，试试看。是你弟鼓励你的？对。因为以前
参加以前爱唱歌，可是就觉得歌唱比赛都内定了，骗人。哦，所以这次你去以后，确定他是内定的。不要乱，不然等下我会被网友攻击。你要澄清，反正要说这是没有内定。你干啥？太北混。你哪个？来。哎，这海参仔超完哦，超完了哦。米酒啊。看来这边差不多了，杨美玉那边怎么样？看调味了，来。哦，这边煮蟹脚汤厉害了。哎，阿基师是好的，让两组好好看看。尤其你们看完以后会有很长足的进步。在中餐的这个所谓的炒蟹脚，它是考功力的，真的，好不好？阿象，我对你很有信心，叫你阿象可以吗？可以，还是叫你小象象？身材看起来不是很像。看好了，怎么样做来？好，这个呢，一定要背着东西去拍，然后呢，这边两端绝对要留意。这个绝对要把它剁开，因为这两个地方是最不容易借力使力这么一拍就行了。这个动作其实挺快的。那一般的炒蟹脚，你菜刀大概碎2只了，对，敲到手都快累了。好，那蒜头的部分的话呢，好了，对，拍扁就好了，不必那么麻烦。很容易的事情，为什么要把它搞复杂了呢？每次这个指定菜色结束之后，看阿基师啊或者詹姆斯在做这些示范哦，最过瘾就是看那个手法。阿基师刚刚在烧着水干嘛？你知道？锅子让它热得很均匀，能让它很快的熟成。对，而且我在这用这个热水进来焖的时候，时间又加快了。吓死了！好，来，那我现在留意咯，来一点点的麻油进来。来辣豆瓣酱。哦，我刚刚讲了，它很不容易啊。爆香料搁进来，蒜末、辣椒、葱，一点都不难。有放辣豆瓣的举手。阿酱有放。有放。好，进来完了以后呢，热水直接下，不用太多，它很快就滚了。然后呢，您不必去爆香，直接把它排着就可以了。我这水没有很多啊，焖2焖，等一下呢，它自己的味道。水分它就会出来了，刚刚只一点水而已，然后我用锅盖去盖它，啊，现在在少量的水当中加了锅盖，上面会有一个蒸的效果，下面再煮，上面再蒸，但是现在我不调味，用一点点的辣豆瓣的咸度去勾引它里面的水分，最后才下。本身的条件已经够咸了，所以你不必担心它里面没有味道。回虾有咸？不咸。回虾有水哦？有水，它够真水，拢有。哎，对，千万不要下油锅。什么？它是陷阱？哎，对。姜，有用热油锅的请举手。为什么说不要下油呢？对啊。其实下油的动作是一般专业里头火很猛，里面的肉很薄甜，可是它吸热也很快。你几粒来要明明高温的油到它这边就变低温了，没有任何作用，反而没帮助，没帮助。好，那我现在打开，你看，很漂亮，熟了，这样就熟了。熟了。这个火再来对吧？龙灯杯啊，熟的很快，很快，是啊，熟很快啊。那我现在先品尝一下它咸度。都是一下低啊，不高啊，还好吧？好到不行了。刚才一个混来，我今嘛姜丝我才啃了，我太多姜我不爱炒了。要下的东西是什么？调味料，糖一定要，不要再放盐巴了。那你们用酱油提味就好。其实味素绝对不能摆。有放味素举手。都是你什么都放了，我看真是不浪费啊！来，现在呢，我搁一点糖进来啊。那我现在只有一点点，对汤汁收干。那你不要以为它没有汤汁哦，现在的汤汁是刚刚螃蟹脚里面肉的原味，也因为你刚刚看到你的摘。好，现在酱油少量，好，那么胡醋，这个白醋对不起。冷静，这是陷阱啊！汤汁收干，再收。那么要留意，绝对不能勾芡，千万不要去勾芡。有勾芡你举手。千万不要去勾芡。哦，免砍混啦，免砍混。
你买砍混哦，你在吃的时候哈，你就拿着这个拍撕裂以后的蟹钳脚呢，吸吮汤汁很容易。啊，你那砍混外口一点卡卡的阿文头过去，那个头混啊那样，其实对它调味没有帮助。好，来行了。哦，我个 cheese 干那个下还有阻隔入味的效果。没错，全下了。哇，香哦！来大把大把的下。来起锅，炒蟹脚，掌声鼓励。所以你们的做法是不是有很大的差别？有差哈，差18000里。你差18000里，那他差26000里。不要这样啊！没有关系啦，试试看它差在哪里，好不好？好，炒蟹脚一起上桌。来。只有热的才有味道，没办法，我们先吃一下，不好意思哦。你们的两边可能稍微凉一点，但是只要好吃，凉应该也是吃得出来的，好不好？来，各位先吃阿基师的，来。哇，这个肉看起来就很棒。口感好像我们阿德的屁股，好嫩。你吃过你们家阿德的屁股？咬过。怎么会这种口感？洗完澡，好水嫩的味道。好香，这就是回西亚的魅力，花蟹。来，我们这个蟹脚汤我们为了让大家落差不要太大，我们现在吃一下这个文心他们那种，好不好？好。来，凯文来，阿基斯刚刚做的大家都吃到了啊，好好感觉一下啊。哇，这是一大根哎！你们都是整只做的是吧？他们都没有切啊。我们比较奢华。蛮好吃的。可是那个肉质就跟阿基斯有差。对。各位 ，Ladies and Gentlemen， 蟹脚汤。来，坚强勇敢的拿起来，快点！菲尔，你一定要吃。哎呦，他从医院来的，所以是比较苍白。他从医院来的比较苍白，什么论调？真的。你不觉得他很苍白吗？就说到贫血算了。难道没有放？哦，好好吃哦！加酱哎，哎呦，那你加酱。吃蟹脚能吃到有幻觉就不行。杨美丽，我觉得你 OK， 我觉得超好吃哎，标准在。谁的炒蟹脚比较好吃？1、2、3，举来。杨美丽有牌哇！平手哎，恭喜！你为什么投给杨美丽？告诉我。我觉得我们本身的蟹脚，就我们的这个回西亚买的很好啊。那这边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因为经过油爆之后，所以你整个蟹肉的鲜度呢被这个油爆的味道压过去。我们刚刚吃的阿基师的蟹脚时候，我们很明显可以感受得到。那这边算是歪打正着了，因为就是很清淡的感觉，可是那个蟹脚的感觉不太像炒的啦，可是蟹脚是甜的，是好吃的，所以我选这边。好，来，黄文香，恭喜你们！那底下的东西还得到我们的主厨加菜金的奖励，恭喜这位兄弟！太好了，看到没有？黄文兴今年开红盘了，你看来到这边也是赢，到哪边都是赢，你看厉害了，好不好？希望最后呢，这个最后的6强，对不对？6强赛，对，好不好6强，坚持到最后。美玉呢，不是在上个礼拜离开了，对文兴有没有什么要勉励的话给他？文心要加油，我会加油。好，那文兴对于支持你的听众，对于支持你的迷们有什么话说？我会加油。你对他说我会加油，是因为他叫你加油。你对观众说，我准备好了，来讲一遍，我准备好了。对，谢谢我们的黄文兴，谢谢杨美丽，谢谢2位主厨，谢谢，大家谢谢。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晚安，拜拜，谢谢。来，鸡肉咖喱饭，鸡肉咖喱。